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日有什么重要的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会了解。台南在2013年市长赖清德任内率先宣告制定言论自由日，高达每档拢透过影展、讲座、演唱会等等的形式来宣传言论自由的主张。今年市长黄伟哲嘛延续，并且伫30周年即刻以艺术展演来扩大办理。会中市长强调，要让后一代知影前辈争取言论自由一路行来艰难。这个言论自由，我相信各位都已经有相当多的这个实践以及感受。对照于我们周边的国家或地区，其实台湾的言论自由程度每年的评比，不管是来自由之家还是其他这个一些国际的评比，其实都在往上提升了。那这部分也映照了，也对应了，也回应了我们前辈们的努力与牺牲，在这个时间点以及我们的未来，都是要跟前辈们致上最高的敬意。虽然现在大家拢会当享受100%言论自由，不过也个人以台南用中心之港的身份，进一步认为新世代挑战正是假消息的风尚。我今天看到这个没有任何的禁忌的年代，新的时代已经出来的时候，假消息充斥的时候，我对于郑南榕的编采信念的几个守则，我尤其感触很深。那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媒体记者们能够有机会到郑南榕基金会去看看，挂在郑南榕基金会现在被焚毁的他的总编辑室里头，仍然有编辑信念、编辑守则。那以及郑南榕在他的小卡片里所写的，对于他记者们的期待，就是新闻无伪，消息无偏。今年对3月27到3月31号5天，伫专美戏院有影展，伫台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有演唱会，市长邀请所有民众到时拢共同来响应。台南新闻官及何秋芳采访报道。为表扬咱市各病院配合市府流感疫苗接种的政策，卫生局21号下晡特别举办107年病院流感疫苗接种成果颁奖，并由副市长王实施莅临亲自颁发奖座，感谢各病院积极提升市民流感疫苗接种率，共同防范流感的疫情。谢谢所有我们的不管是医疗院所医生、医师朋友、护理师，还有各种的医院的负责人、主任等等。我想是非常谢谢在跟台南市政府在这里形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疫的战线来维护我们市民的健康。那我知道从去年就是从冬天的时候，去年10月到现在，我们接种流感疫苗超过了46万剂。那我想这个成绩也是大家努力的成果。那我记得小时候感冒，妈妈就说那你就去睡觉，多喝开水，多睡觉。那现在疫苗的变形呢，已经非常的惊人了，就是不是疫苗变形，这病毒的变形非常的惊人那不过还好的是，以台湾的医学，我们的疫苗也变成就是无敌超人，就是因为病毒一直变形，所以我们的疫苗也一直变形，所以现在我们大家有比较好的方式来让来保护大家市民，就是减少这个病毒的伤害。那所以我说我们平常的俗语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过还好，在台湾的医学里面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所以多亏了各位的合作，才让我们整个社区，不管是从社区、学校、幼儿园这些，都有大家的配合跟协力的帮忙，尤其让接种疫苗走入社区，我想这一点对于市民非常的重要。这样集中式的接种到校园里面、到幼儿园里面、到社区包括设点、设站，那这些都使得防疫的工作跟市民的生活更能结合，那也让防疫的效果可以提到更好。这次接受表扬的医疗院所总共有18间，分别得到病院公费对象流感疫苗接优奖、社区防护接优奖、提升疫苗接种进步奖以及特殊贡献奖等。市府嘛，望台南市各病院会当共同持续推动流感疫苗接种的政策，守护市民的健康安全。台
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因为陈天辉一听到关闭农民的定情，就马上赶到现场了解，因为名垂伫电视顶，黑白讲往来外销计销只有5块，这是咱高品质的关闭往来，同款比外销业者质疑讲毋是5块尔，你奈卖遮尔悬，结果拢销袂出去。但李伟透过现场直播，直接互农民讲出心声。电视顶拢安尼黑白讲啊吼，什物5块其实都无5块，5块是啥物个计算？5块是一种瑕疵品，要去做往来所的物件。若是像市面的，原在拢个10几块咧。哦，哟，伊即马报安尼，煞影响到大家，伊会想讲往来才会5块尔。安尼你才会卖阮甲遮好价。哦，即马人客嘛是会想咧，管往来咱买啊，你那个卖遐唔好，其实无影遐唔歹啦。伊就品质无同款啦。对啦，迄有分级嘛，对无？毋过伊讲安尼，人贵人毋捌嘛，毋知影就讲管往来，无人买啦5块，所以我是讲，迄个食先生，食量大先生，伊会当搁再。但电视媒体讲安尼我就较无了解。我讲的物件是次子品，吼。开始咱关闭往来，明明20块拍袂计销，又原是20块以上，哪有可能只有5块？因为陈天辉拜托电视名嘴甲平台，爱实地到产地了解行情，唔通跟黑白讲，制造基层农民的困扰。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虽然两家设立废弃物掩埋场议案空前成功，不过后续的本色处理，特别是事件废弃物到底何去何从，嘛成为这议员关心的焦点。想讲议员郭宏仪甲黄丽椒嘛接受过港区厂商协进会定情，再次要求市府重视淡市这面临的本色危机。所有的事业废弃物专用的所谓的掩埋场，事业废弃物掩埋场。即目前几乎再过个3年5年可能全部已经都满载。在满载的情况之下，我们台南市怎么去因应未来这几年可能发生的这些垃圾大战？这摆垃圾大战不是，不是干那以后可能发生，即目前的已经拢发生啊。工业区也好，包括我们的企业界也好，还有一般的小型工厂都好。都一直像我们一再的在澄清期待说我们台南市政府能够跟我们借着这一次这个废除这个掩埋场以后，包括我们晨曦焚化炉在明年度可能也会进行一个大整修。那么未来这个垃圾的问题何去何从，大家都非常忧心。为中山街嘛陆续发现，因为现在不止本色处理费用增加，演变到惊本色量增加，产业袂当继续发展的困境。听一寡新闻，就是讲咱人个垃圾焚化炉无够人处理，即马来要个税收的问题，搁来咱的掩埋场，搁即马个作罢，阮有一种不安定感。连工有可能工厂收起来，是因为安怎本色无当干。对此，环保局强调，因对来持续辅导业者调向事件废弃物再利用，减少本色量以外，卖将城西焚化炉重新整理，来增加处理的本色量等等的作为。虽然试验废弃物不是我们主要的部分，可是我们还是觉得，既然当时候曾经有协助的解决，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卖好一波代替。所以我想环保局会尽量在这段时间，我们会来协调这些原本进到晨曦焚化炉的废弃物，能够去协调到其他的地方去处理。于是去年10月，产业界已经进行过一摆定情甲联署，但无得到具体回应。所以这摆记者会，议员嘛要求市府一定要在今年议会定期会提出具体完整的解决方案。台南新闻顾文吉何乔邦采访报道。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
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有80多年历史的市定古迹，原日军步兵第2联队的官舍群，对2012年刷交文化局，并且招募艺术团队来进驻，成为321以上的艺术聚落。到今年已经进入第6档，配合兵配厂的开发，艺术聚落嘛将进行整建。伫进入整建进程，文化局嘛特别举办321以上的6周年传庆活动，邀请市民朋友做伙来探访321以上的玩味艺术。今年321艺术聚落呢，即将要进入整修的整个修复的阶段，所以我们可能在年底的时候呢，321就会做闭园的动作哈。那所以今年对于所有的进驻在这边的艺术家朋友们来讲呢，这是最后一次的春庆。好，那我们所以呢，大家所推出来的展览呢，都跟321在这6年来的经营，或者是6年来他们的所见所闻，或者是一些感想有关。好，那所以呈现出来的展览都非常的有趣，也非常的不一样。那欢迎大家借着这个最后的这个时间呢，都到321艺术聚落来，好好的再回味这边非常不一样的艺术，非常不一样的氛围，也非常不一样的历史空间。今年的传庆活动除了静态展览，另外嘛有动态活动加工作坊，包括老屋俱乐部的习武草地趴、艺校合作社等精彩的活动。欢迎民众把握4月7号进前，连续3个周末假期，做伙来探访艺术的趣味。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第1个促进会每当拢会伫文化中心举办春日茶会，将地文化甲多元艺术结合，安排一系列丰富精彩的地艺表演。地会今年的主题定为“醍醐相约在一起”。就是希望会当聚集爱地民众，小少做伙，哪食茶哪看艺术表演，感受地芳。今年的主题叫做“相约在一起”，醍醐相约在一起。这个意思是要讲咱去年的茶会都约到今年醍醐要再相见，所以就这个约会就在去年已经就说了今年要醍醐提告。来甲大家相见面，来泡一泡咱台湾的冻顶乌龙茶。咱今年要推广的，就是讲要甲好这个冻顶的乌龙茶，亲相型甲所相型来介绍予咱的茶友来分享。佮再来这个在一起，咱每年拢会伫这个春日茶会时阵办这个茶艺市集的活动，所以这个茶艺的市集也都聚集在一起，所以说。去年就相约了，今年这个要与各位的泡茶茶艺文化在一起，所以相约在一起是这样的一个命名。然后在接下来，在3月30号的那一天，春日的茶会那一天，我们会在这个文化中心的艺术广场来邀约嘉宾、好朋友、爱茶的人士，能在一起了解到我们。台湾冻顶乌龙茶它的美化，因为这个18席有从茶香这个香呢就是说茶香大约有18种香来命名这个茶席，所以那一天可以好好来了解冻顶乌龙茶的茶香的18款茶。2019春日茶会今年活动时间定伫咧3月29号到31号，伫30号当天，佫有邀请18位茶师办理2场的品茶会。主办单位嘛欢迎各界踊跃报名，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当拨卡0983816997来询问。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对缓和医疗到今年拄正式上路的病人自主管理法，只要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民众，拢会经过预立医疗的照护咨询的证书，来签署预立医疗的决定书。并且伫咧健保卡顶面来注记。对此，新老病院伫咧今年3月份开始，
嘛开设武力医疗的照护咨询门诊。一方面除了尊重医疗自主，家己性命家己做主，另外嘛要促进医病关系和谐。市脑病院院长蔡江青嘛表示，不管徛伫本身是医师的立场，或者是病院的管理者、病人家己、甲厝内人的角度，伊拢真认同。我徛伫久长做医生的立场，感觉即几档的安宁缓和条例，也是去年年底病主法通过，我是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互我含我的亲人，包括太太，包括囝儿逝世，先来讨论即个问题，免得将来拄着即个情形，因毋知要安怎做决定的时阵，因心内嘛真艰苦啦吼。所以，因为病主法病院嘛有这方面的专门的医生、社工师、安宁疗护师，个整个团队拢会当帮助咱安那去就即卖法律安那去面对最后的一里路，因提供一个真完整的说明，互咱伫清楚的时阵，含厝的人做伙来想好做决定，安尼也免去因将来去挣扎的心情吼。武力医疗照护的咨询门诊，必须要透过咨询团队，包括医师、护理师、社工师，或者是心理师，含医院人加至少一位李丁亲的家属做伙来讨论。如果未来面临危机，或者是不可逆转的昏迷、永久性的植物人、加极重度的失智，以及其他公告的重症等5种的临床条件时，签署人拢会写下家己的意愿决定，并且传到卫福部伫个健保卡顶面来做注明。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这个特别的表演是由着美国电滚火线剧团所呈现的《丑小鸭大晋级》，改编自安徒生的经典童话故事《丑小鸭》，但是结合了上新的人工科技，互翁仔的表演有了无同的风格。电滚火线剧团嘛运用这个表演，得到美国达人秀前4名的好成绩，嘛得到国际的观众喜爱。现在这个特别的表演将要伫4月4号来到台南，要陪所有的大小朋友过一个特别的儿童节。电光火线剧团，它是利用冷光的科技艺术呢，把所有的美丽的色彩的这个线条呢，把它造化成一个形状，可能是人，可能是这个动物。那我们这次的故事呢，是利用安德森童话故事《丑小鸭》的这个故事呢，就是变成天鹅的这个故事呢，来做创作的全员。他们身兼了科技、美学跟这个提高了人的向善心跟同理心，所以这个故事呢，人人皆知，可是用不同的方式来演出。他们原来这个团队的创团人就是一对佳偶，就是从小就跳舞跳芭蕾舞。他们利用他们身体的语言里面，重新在21世纪创了这个团以后，走到一个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世界，让我们看到不同的肢体语言的表达。这个是他们这个团最大的一个特色。这届表演是充满教育意义甲高五乐的精彩戏剧，除了传达同理心甲自信的重要，也是希望会使向全世界传达正能量。其中，这届成长文教基金会也特别赞助，只要有观众买2张票，就会送1张予社福机构响应公益。有兴趣的民众也千万莫错过这届表演。咱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